之前咧幾段片都係講一啲好基本點解要學九型人格 Enneagram。我覺得今段開始咧應該再深入啲，令你明白裏邊嘅理論。其實九型人格咧講嘅就係人咧本身係有3個智慧，我哋叫 intelligence， 去幫我哋去面對生命嘅種種嘅挑戰。其中一個咧就叫思想啦，思想中心；一個咧就叫感覺中心或者叫做心中心啦。最後有一個咧就叫直覺或者叫做行動中心。咁呢3個 intelligence 咧智慧咧，其實都係幫我哋人去面對生命每一個挑戰。咁千祈唔好有一個錯覺，你有一樣中心就冇另外一個中心。其實3個中心我哋都有，只不過咧係發揮唔一樣。同埋我哋會用邊一個智慧去面對眼前嘅一切，所以決定我哋係邊個中心為主嘅啫。講個例子，等你容易啲明啦。你有冇發覺咧？譬如一件事發生，譬如屋企有個老人家突然間話跌親，呢個係一件幾重要嘅事嚇。咁你屋企有唔同嘅家庭成員，你會發覺佢哋嘅反應可能會好唔一樣嘅。咁其中有一個可能就即刻就話嚇咁樣唔緊要，好我即刻咧就去佢嗰度，即刻去安慰個老人家，然後睇下佢個雪櫃有啲乜嘢嘢，使唔使幫佢買定啲嘢食？咁如果行動唔方便或者落床唔方便咧，就即刻同佢去老人村度買定一啲用品，等佢可以解決嚇。好心靈上嘅安慰不特止咧，亦都會有一啲行動去幫呢個老人家渡過困難嘅時期。咁但係你亦都可能會好出奇，屋企有一個人咧，就即刻第一件事去問一句就話：佢呢個咁使唔使做手術㗎？佢嗰張保單保唔保㗎？嚇！如果要做呢樣嘢之後，如果有睇鐵打，佢張保單 cover 唔 cover 鐵打嗰個費用啊？咁你又會覺得點解啲人會着眼點喺呢度？咁亦都會可能你親戚裏邊有一個咧，就即刻好嬲啦。第一時間咧就去鬧照顧佢嗰啲工人，就會覺得佢哋疏忽，點會俾呢個老人家會跌低，甚至咧可能會好積極就會話唔得㗎啦，即刻要搬咗呢個老人家嚟我屋企嗰度等我照顧咁。嗱，記住呢個照顧咧，同我講第一個嘅照顧好唔一樣喎。第一個咧就會體恤個老人家喺個環境住慣咗，唔想走，所以盡量令到個環境舒服，等佢可以住得好。但係後者咧，即係我啱講嗰個咧，就冇嘢講，我唔好理啦，我即刻要你搬嚟同我住，等我嚟照顧你。咁聽到我啱啱舉例嗰3個方案咧，就係9型人格裏邊唔同性格嘅人喺同一件危機嘅時候嘅處理方法。咁但係你諗深一層，如果真係整親個老人家咧，係會有一啲方法佢會好中意嘅，或者好接受嘅。但係亦都有啲方法咧，佢覺得好壓迫感，就甚至想嗰個親戚唔好嚟。嗱，舉個簡單例下，如果嗰個老人家係個一路都好自己照顧得自己好獨立嘅人咧，其實佢未必想任何一個人走到去佢個屋企，又鬧工人啊，或者幫佢打點好多嘢喎。反而有一個人打個電話去問候佢，跟住問下佢你有冇保險啊？你幾時需要去睇啊？使唔使我安排架車嚟車你？可能就已經好舒服。但係亦都有啲老人家咧就會覺得你唔照顧我嘅，點解你唔緊張我？咁如果簡單啲嚟講，呢個就係3種唔同嘅智慧中心而衍生出嚟嘅唔同。咁我下一段咧就會再深入啲講俾你聽，喺感覺中心、思想中心同埋行動中心上邊有啲咩唔同，從而你開始諗下，究竟我係用邊一個智慧中心嚟駕馭我自己嘅人生嘅。